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1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关于房地产最热的新闻恐怕就是银行直接卖房。今天刷屏的银行直供房新闻引起了这个广大网友的热议引起了各路专家评论。终于中国最大的房东现身了。大家还记得吧？以前我们说中国最大的地主是谁是银行，有人说是平安银行。现在中国最大的房东出现了，也是银行。银行手上的房子比开发商要多得多。银行直接卖房，说明啥呢？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新闻这个第一财经报道的2025年11月9号晚上10点多这个第一财经看到了一篇报道，叫低价银行直供房激增，有房产低于市价25%。他说一处市场估价为200万元的房产，近日在某第三方拍卖平台上以150万元成交，由银行作为出售方直接完成交易。这种简陋的背后是多家银行正在加速推进房产直售业务。据记者不完全梳理，包括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多家银行近期均通过线上平台大量直接销售房产，部分银行的在售房产标的已超1000套，处置速度明显加快。这些被业内称为银行直供房的房源，实际上大多来自不良贷款处置。当企业或个人借款人无力还贷时，银行通过债权剥离取得完整产权，随后以房东身份直接出售或出租。业内人士透露，银行加速处置房产，主要是为了提升债权回收率。在房地产市场调整期，这种直售模式正在成为银行快速盘活资产的新选择。银行批量直供房产。在阿里资产平台的银行清仓栏目中，记者发现近期多家银行正直接挂牌销售房产，例如广东云浮农商行即将于隔日10点开拍一处商住房，起拍价为8万元。齐齐哈尔农商行也在挂牌销售位于龙沙区的一套住宅，起始价9.9万元。该行目前共有108套房产正在对外销售，价格从10万至800万不等，类型涵盖住宅、商业及办公用房。这一现象并非孤立。记者梳理多家主流资产交易平台发现，包括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兰州银行、吉林农商行、兰州农商行等均在开展房产直售业务。其中地方城商行与农信社的挂牌规模尤为显著。城商行中，兰州银行房产标的居前。京东资产平台数据显示2024年兰州银行挂牌直售房产标的为1130个，2025年增至1779个。吉林银行挂牌出售的房产超过2000个，天津银行接近1300个。地方农信系统也是房产直售的重要力量。根据第一财经不完全统计，在京东、阿里资产交易平台上，2024年上半年以来，四川农信系统出售的房产标的数量超过25000个。辽宁农信系统累计挂牌直售房产标的有11000个。一位股份行网点负责人向记者解释说银行直接销售房产多源于不良贷款处置，这些房产原为企业或个人贷款的抵押物，因借款人无法偿还而形成不良债权，银行需先完成债权剥离，使房产产权清晰，再通过直接销售实现债权回收。这种模式与传统商业银行处置债权常用的出售债权、司法拍卖抵押物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模式以往就存在，但近期部分银行直售规模有所上升。该负责人补充作为佐证，记者注意到近期多家银行正加强直售房产的推广力度。例如，邮储银行江西分行在公众号发布了多篇法拍房产加银行直供的推广信息，涉及南昌市、福州市、赣州市等地的房产，价格低于二手房售价。与普通二手房及法拍房相比，这类
银行直供房，正以其独特优势形成差异化的市场。记者调研发现，这类房产普遍具有显著的价格优势。以兰州农商行在9月底拍卖的兰州市城关区铁路东村街道某小区房产为例，该125平方米的抵债房产获拍价为151万元。某第三方中介信息显示，该小区同面积户型的挂牌价在180万至220万元不等，就是银行卖的房肯定是便宜啊。上述网点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为加速资产变现，银行直供房源通常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成交。由于当前房产销售周期普遍较长，而银行又需要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资产处置，因此定价策略上往往采取低价促销。部分房源若经历多次流拍，还会在每次流拍后进一步下调价格，以提升成交可能性。第一财经说除了直接出售，部分银行还尝试通过租赁方式盘活资产。例如，中国银行佛山分行将于11月10日拍卖一套住宅的租赁权，起拍价860亿元每月，租期1年。此外，该行同时上架多笔租赁拍卖。在交易安全方面，多位业内人士指出与法拍房可能存在的纠纷风险不同，银行直供房产产权清晰，交易对手直接为银行，有效规避了民间借贷、长期租约等潜在隐患。那这种房子是怎么产生的呢？银行手上怎么有这么多房子呢？这个第一财经说一是司法拍卖流拍后的以物抵债。以某股份行近期挂牌的云南省安宁市房产及土地为例，该资产起拍价为4200万元。该行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该资产产权清晰，已完全归属银行，与原债权债务无关。据透露，该资产曾历司法拍卖流程，但最终流拍，银行选择以物抵债。该房产当时抵债金额达1.3亿元，完成产权过户后，因市场环境，目前银行选择折价处置。第二呢，银行通过司法程序主动取得。以兰州农商行为例，资产交易平台信息显示，该行在抚顺新区育才一品小区共有200多套住宅。据兰州农商行的工作人士介绍，这些房产均为抵债房。抚顺新区育才一品由沈阳智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天眼查信息显示，智丰地产欠兰州农商行共计2.94亿元。2022年12月，兰州中院正式裁定强制执行，本金加上违约金及利息，共计执行金额4.6亿元。兰州农商行通过法院强制执行，获得育才一品小区未售住宅和商铺，凭借法院强制执行文书到当地不动产登记中心过户后，即可对外出售。背后原因为何？近期部分银行加速直售房产的现象，那到底什么原因呢？怎么前一阵子不卖呢？去年没有这么着急卖呢？第一财经说主要受到2方面因素驱动。一方面，银行旨在提升债权回收率。一位农商行贷后管理人员透露，传统处置路径从贷款违约到最终完成房产销售，通常需要耗时2年以上，而当前市场环境下，周期可能进一步拉长。相比之下，直接销售房产能有效加快资金回收。目前，多数银行采取双轨策略，部分资产沿用传统方式快速销账，另一部分则通过直售提升整体债权回收率。开元证券研报显示中报上市银行按揭不良整体上行，部分银行上升幅度超过20个基点，但由于按揭抵押品充足，同时利率调降亦大幅缓解居民还款压力，降低了房贷客户违约概率，故当前按揭不良率绝对水平在各类零售贷款中仍最低，其风险仍处可控区间。中报上市银行个人经营贷不良整体呈上升趋势，部分银行上升幅度超过30个基点，但并非代表经营贷风险失控。开元证券银行首席分析师刘成祥认为他说当前银行对于经营贷不良倾向于流于表内而非表外处置，故造成经营贷不良积累，推升不良率。另一方面，法拍市场舆论促使银行转向直接处置。科尔瑞研报显示2025年6月，受季节性因素影响，法拍房供应规模3.2
1.2万套，创年内新高，成交3215套。6月挂牌法拍房平均起拍折价率为 28.4%， 环比下降 0.5个百分点，为2025年以来第二低点。成交法拍房的平均折价率为 31.3%， 环比下降 1.2个百分点。一名银行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在法拍不凑效的情况下，也有银行会选择实物抵债，办理完产权过户后再择机出售房产。这个是第一财经昨天晚上他的一篇报道，他这个报道一出来之后，好像一下就火了全网都在讨论银行直供房。我来谈谈我看法最大的房东慌了，慌不择路，就这么简单，不要扯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原因了。到年底了，实在扛不住了，这个对银行来说就相当于应收账款收不回来，就是相当于咱们简单的理解，然后他只好把这抵押品房子我给你卖掉，有的是这个房子已经到手了，它就是以物抵债抵过来的，它要变成现金，对吧？年底要考核各种这个不良率对吧？它要变现，它着急。按照第一财经的这个报道按照相关人士说法，它这个银行的这个房子来源主要是第一个是企业欠债，对吧？要么是房企，要么是别的企业，这个房子是抵押品，那么这个企业欠债还不起，那个银行就通过法院把这房子以物抵债抵到自己手上，银行就变成了房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经营贷，也是这些经营贷主要是个人嘛，对吧？个人搞个企业，虽然说经营贷大家都知道心知肚明，那人把钱贷去都是炒房子的，但是他在银行这边显示出来是经营贷，经营贷很多暴雷。好，那房子最后也是以物抵债过户给银行了。按揭贷款这一块呢，就是韭菜买房，对吧？这房子押给银行贷款这一块，然后韭菜断供，他说这个不是主要的，实际上都差不多这个反映了咱们的经济形势是非常不好，那么多企业倒闭那么多企业还不起钱呢，对吧？资产就划给银行了，房子就过户给银行嘛，那么多这个经营贷的暴雷，这已经说明经济形势非常严峻了，严峻到这个银行手上房子太多，本来银行要回来钱的，结果回来都是房子，房子失去了流动性到了银行上，银行要钱的，要房子有什么用所以他必须把房子卖掉，他回来资金对吧？你说你存在银行400万，你到时候去银行取钱，银行说我没钱我就给你一套房，你干吗？所以银行的要房没用必须要把它变现。所以第一个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应该是要不寒而栗。第二个你看实际上说明断供的越来越多，对吧？前几天银行突然放风是吧？那个什么中国银行什么研究院把人家一个内部报告，这要付费的一个报告，他把给披露出来了，说这个中国这个2025年断供率是 3.7% 嘛，比3年前 1.6% 增长了1倍还多。你要不知道 3.7% 的断供率什么意思，那我告诉你美国次贷危机那个时候房贷断供率只有 1.8%， 就非常严峻了。严峻到什么程度呢？严峻到后来对吧，涉及到各方都出来辟谣，说我们可没发这个报告因为这事太大了，得纷纷出来辟谣。你看从今天银行直供房实际上已经看出来，这都是互相验证的，欲盖弥彰，对吧？掩耳盗铃是不行的，纸是包不住火的所以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银行的房子从哪儿来的？它不是银行买来的，对不对？银行去买房卖房当二房东，他倒不是，都是顶债顶来的，以物抵债第二个说明什么呢？为什么银行非常着急，急于变现？这个大家都理解了吧？那银行为什么自己来卖呢？它有一部分必须自己卖因为刚才说了，有的这个欠债的人企业他的房子已经拍卖3回了，这个我知道法院叫一拍拍不掉，二拍在一拍的基础上再打折。比如说你这个房子是评估价是100万，他一拍一般的从70万起拍，打个7折。好，如果这个没拍掉，没人理，他二拍恐怕就是50万。如果二拍还拍不掉，没人要，那这个房子银行就可以要求把这房子抵给他，过户给他，叫以物抵债了。那你想想这个房子已经拍2次都拍不掉，那银行让再去法院拍吗？都不是了他已经法院的程序都走完了，一部分是被迫因为法院程序走完了，到了银行名下，他只能自己到阿里那个拍卖平台上去拍卖，自己去卖。还有一种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说的前面法院拍卖一拍二拍给他拍掉了的，履行了这个程序的，对吧？拍掉了，那些钱到他银行账上去了。如果这个业主房子卖掉了，银行的贷款还没还完，那业主还接着欠说明什么？说明刚才这个银行的内部人士已经说了，有的时候是银行没有办法，因为走法院拍卖这个程序
啊，太费时，对吧？一般的这一套程序走下来要2年呢。而现在啊，很多银行跑到法院去立案，就是要求拍卖强制执行，法院都给你排队啊，一排半年、1年，有的案子都立不上，不让你立，太多了。这个咱们在节目介绍过啊，所以银行有的时候没办法，一边是银行急着要钱，一边是没办法帮他处理，才只好自己去直接上这个阿里或者京东啊那个拍卖平台去拍卖，自己制售。第三个呢，那这个对房地产的影响，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银行，你说银行不卖可以吗？那房子已经全部到银行名下了，银行不变现那是不可能的，是必须变现，所以他不得不卖。而且银行它跟那个一般的那个二房东，就是那个二手房的业主还不一样。有的二手房业主啊，他虽然也想把房子卖掉，但是卖不上价，他就忍，他甚至赌气他不卖了。银行可不行啊，必须要卖变钱。所以银行它是以把房子卖出去为目的，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势必导致这个对二手房市场的冲击啊非常大。而且银行手上的房子还多啊，它也不是1套2套。所以第一个啊，银行出来卖直供房，加大了市场上二手房的这个供应量，对吧？这个量价是不是供需平衡就会被打破？你卖的多了嘛，那你的房价肯定得跌啊，这第一个。第二个，银行它必须以卖出去为目的，跟那个法拍房一样啊，必须把它拍出去，它不会像那个房东那样啊，人家还坚持博弈一下谈价格，谈不好不卖，必须卖，所以它这对价格直接就冲击。那这个就会加剧什么？加剧房价下跌。二手房的房价这下跌刚开始啊，原来第一个叫慌不择路夺门而逃的原来是银行啊，银行扛不住啊。这就像那个胡适对吧，那个庄股啊，那庄扛不住了，他要出货，那你说什么个场景啊？好了，银行大量的卖房子，那房价就要下跌，房价越下跌，是不是断供的人越多？这个大家能理解吧？破产的企业就越多，按揭贷款暴雷的就越多，是不是就越来越多的房子又到银行手上？银行手上的房子是会出现越卖越多的这个怪现象。你想啊，银行左手卖房给你，右手还给你贷款，对吧？你从银行买的房子，你可以直接从银行贷款办按揭啊，你只要付15%的首付，房子你就买走了。也就是银行这个导致二手房房价下跌，导致供应量增加。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断供，越来越多的人个人经营贷破产，越来越多的企业破产，越来越多的房子又回流到银行，银行又继续卖，继续降价，第一批买房的对吧，他又要破产，房价一直在往下降，这是不是一个叫恶性循环？没有办法，这个我估计啊，很快央行就要出通知啊，就是约束他们不能这么卖，你这么这就是砸盘呢，银行也没辙。有专家说的吧，这个让政府收购这些房子稳住。我们不仅没看到政府的收购多少套房子，反而看见对吧，政府的那些房企对吧，那些企业把手上房子往出卖，国资委手上的房子往出卖，现在银行把手上房子也往出卖，你指望他们去收这些房子，想多了。实际上啊，建行它有房屋租赁，它有这个叫房屋银行，因为我跟建行打过交道，它下面叫什么建信租赁吧，也就是建行自己手上的房子它不卖，也就像这么处理来的房子啊，然后这个甚至他在二级市场上去租房东的房子，然后用来出租，他要打造一个叫建信租赁。我以前把房子他租给建行过，因为我跟建行之间的合作，我才知道他那个建信租赁到底什么样子，也就是验证一个路啊，就是说银行如果把手上的房子到手这个太多啊，不能卖怎么办呢？他就可以出租收租金也可以嘛，这不也就形成了现金流对吧？把这变成银行的不动产，这个思路是对的啊，可以，但现实是走不通的。对，摆在银行面前最好的一条路就把它卖掉，放在手上租赁，那只会越来越赔。因为第一个它房价在下跌，资产在贬值，第二个它出租不赚钱，赔钱。这我是怎么知道呢？就是因为建信投资啊，建信那个租赁，我把房子租给他之后，不有那个 APP 吗？可以看吗？那个房子它是分3个房子出租的，3个房间啊，就像那个长租公寓一样啊。然后我就看它里面，就是通过 APP 可以看到，它始终只租出去2个房间，还有一个房间一直空着的。然后我跟那个建信租赁啊签的是5年的合同，他们是租金是一付就付1年，但是他不给你交押金，1毛钱押金都没有，但是他会比如说年初把这1年的租金都给你付了，对吧？到第2年年初再付你1年，他是这样的，但是他不付押金，然后你要给他免租期，每年要给他1个月吧，反正这个租赁都差不多啊。然后就这样啊，到第4年的时候他就扛不住了，提出要跟我解除租约，想提前再解除啊，那时候还剩7、8个月，我没同意。然后我看他房子就租出去1间了，空2间，那肯定是赔钱的，对吧？那一间房他3间房全部租出去，他才勉勉强强啊有
有利润，他到后来就只能租1间房了。然后这个那个建信租赁啊，他给我打电话的理由什么呢？他说理由是我们在通州这个市场已经搞不下去了，赔得一塌糊涂，说我们要收缩，这个通州的市场就放弃了，他要收缩到主城区。你想啊，连通州这市场都搞不下去了，全国其他地方也是够呛。所以说这个银行把房子拿在手上，然后通过出租来产生现金流，这个想法是好的，但实际上是走不通的，所以逼的银行只能卖，而且越快越好，不能耽误。你越往后拖，卖的越便宜，是不是这个逻辑啊？所以这个逼的这银行啊，他们处置资产的人一定会想方设法提前卖，你不让他卖的偷着卖，这对市场冲击很大啊。所以我说啊，随着这个银行直供房批量上市，大家记住了啊，银行直供房是不会越卖越少的，它只会越卖越多，因为不停的有房子送到银行手上，哎，我破产了，银行只能把房子拿走，只能去卖，所以它只会越卖越多，这叫恶性循环。所以这个问题难解啊，我相信啊，要不了多长时间，央行一定会出政策，就是制止这个现象。但是那你银行怎么办吧？所以我在去年对吧，我就说银行这个麻烦大了。但是你看湖市的银行，那股价还天天涨，这个太反常啊。我一直说对吧，纸包不住火，纸包不住火，对吧？银行通过各种调节啊，把那个坏账率调得好低啊，让你感觉好像房地产暴雷，他们没受什么大影响，怎么可能不受影响呢？整个经济都不行了，你银行还不受影响，还业绩越来越好。这个我一直在节目说对吧？如果整个实体经济都不好，大家都不赚钱的时候，银行还在这个利润是节节高升，这本身是反常，对吧？国家要求这个金融业要反哺实体，你不是实体经济都搞不下去了，你金融业还疯狂赚钱，那不就是吸血吗？哎，但是现实就是这样，你看看对吧？这个其他行业都纷纷在保命啊，在挣命，但银行的业绩还越来越好，这不反常吗？银行的股价还越涨越多，这不反常吗？银行还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分红，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啊，对吧？这一天迟早是要到来的。你如果这么去掩盖修饰，银行还能扛得住吗？希望央行啊出台政策，让银行憋回去，不让它卖，加速啊，一切都在加速啊。刚才说了啊，这个银行的房子的来源不一定是按揭买房导致的，也不一定是开发商开发这房子，对吧？贷款的，然后还不起，把这房子给银行顶账了，这只都是一部分，还有很多是企业正常经营，他要贷款，他没钱，对吧？把企业的房产抵押出去，结果这企业经营不上，暴雷了，破产，那这房子就只能以物抵债，抵给银行。也就是说，银行的房子来源不一定来自于房地产市场。这一下啊，热闹了，银行卖房它只有降价一条路，否则你怎么能卖得掉呢？降价降得很痛快啊，所以现在有关部门啊陷入两难境地，管吧银行受不了，不管吧房地产市场受不了。我们再看啊，这个说龙湖集团今年首10个月销售额超过557亿，按年同比跌34%，10月合同销售额按年同比跌68%，按月环比跌29%。什么意思啊？这个龙湖啊一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是吧？是个奇葩。恒大暴雷的4年了，他还活得好好的，但是我感觉也扛不住了，跟那保利一样，马上要现出原形，对吧？按月环比是下跌30%，同比下跌70%啊！一旦房子卖不动啊，管你是哪路神仙呢，你都扛不住啊！所以你看啊，这些还没暴雷的房企，看上去还不错的房企，现在恐怕纷纷啊要现出原形。你看那保利第3季度就开始亏损了，弄得不好，今年保利整个年报都要亏损了，它可是一哥啊，对吧？恒大走了之后，保利是一哥啊，那万科更是亏得不像样子，亏的那个大股东深圳地铁都要扒燃气管了。你看银行直供房啊越来越多，你说万科还有救吗？保利、龙湖、牛鬼蛇神啊都要现出原形。关于这个房价下跌啊，大家看一段视频。离婚后剩这个破房子，真的有点拉扯不清了。我要卖，他不让；我觉得还会跌，他觉得慢慢会涨。一个月16000多的房贷，我不想管了。他帮我还了1个月，又不干了，真的是死循环了。实在不行，就只能起诉了。我也不想闹鱼死网破啊，没必要。很多人不知道我俩这个房子的事啊，我就从头跟大家好好聊聊。去年4月份，我被百度裁了，当时没太当回事儿，想着以我名校硕士的身份，加上大厂背景，再找份程序员的工作不轻轻松松。结果这一找就是半年多，也怪我太自负了吧，就没有刻意维持夫妻关系。众所周知啊，失业是婚姻关系最脆弱的时候，我们中途还吵架不断。后来我前妻想开了，也知道我压力大，就跟我离婚了，经济都分好了，唯独剩下这个房子没分。这个房子是我俩2021年房价最高的时候买的，
当时全下来接近500万。离婚的时候没把房子分明白，原因就是没办法卖，跌太多了。现在差不多只能卖到300左右吧，房贷接近200。卖完了之后还了房贷，一人还能分50多个吧。主要是，哎呀，问题是现在我找了新工作不到1年又失业了，我还不起房贷了啊。最主要是也不太想还了，就卖了就省心了。前期还不想卖，之前聊了个协议啊，他给我50万，我退场。后来他又反悔了，又不给了。我又听了网友的建议，降到了40，不要钱，直接抵抚养费，他还是不干。最后的方案就是他来还房贷。本来我都同意了，结果这个月他又不给我钱了，原因是看到我直播带货赚钱了，觉得我负担起房贷了。可这个事本质上不是我付不得起的原因，好吧，是我压根就不想付了。我想卖房，他却不想。就这么下去真的还得干。离婚了之后不聊钱相关的，我俩都还挺好的，一聊就废。你说聊聊带孩子出去玩啊，对吧？孩子相关的问题都行。一共他也就帮我多还了1个月的吧，我也是真没办法了。商量不好解决方案，我就只能起诉了。还有一点我也终于知道了啊，某些人是看我抖音的，不是她就是她闺蜜，无所谓，好吧，拜拜。这个叫贫贱夫妻百事衰呀，两人还有一套房子，按揭贷款还没还完，是卖是留，还这个争执不下，这种情况呢，这没什么好犹豫的，直接卖吧。去法院打官司耗时耗力又费钱，等你官司打明白，2年多过去了，那是2年后了。这不是刚才银行已经说了吗？对吧？走法院那要2年，2年过了，到时候法院判定这房子是谁的，谁去处置，你再卖。现在挂牌，你房子挂牌到卖又得要1年多，那时候正好说不定见底了，你卖吧，有点舍不得；不卖吧，感觉它还要跌。你辛辛苦苦把房子搞到手，你不就想卖吗？结果你一卖，哎，房子它不怎么跌了，你说气人吧？那打官司还费钱呢，诉讼费难道是免费的吗？说不定还请个律师，到时候还有执行费，这都是钱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